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4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出埃及記12章第1節到第4節，11節到14節。哥林多前書第11章23節到26節。約翰福音13章第1節到17節，31節到35節。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洗腳。今日是教會曆這個受難週的第4天，就是一般咱咧講的洗腳日。這是基督宗教在紀念耶穌基督幫這個門徒洗腳的這個日子。耶穌伫這個最後晚餐了後，就幫伊的門徒來洗腳。這一天是教會該紀念耶穌基督所享受最後晚餐以及這個洗腳的日子。所以，咱就要來思考這個洗腳日的意義啦，吼。我要分幾個點。第一個是最後晚餐啦，吼。最後晚餐其實是延續着舊約猶太宗教的搬過一個暗頓。迄個是一個蒙恩得救的暗頓。照着出埃及記的經文的記載，講迄一暝我要順行佇埃及，要殺死一切頭上仔生的，無論是人是精生，攏要殺死。我要處罰所有埃及的神明，因為我是上主。佇門楣頂懸的火，是恁所徛起的厝的記號。當我看到這個火，我就要搬過恁的家。佇我會處罰埃及人的時陣，恁決斷袂話受到傷害。恁必須愛紀念這一天，為了上主守這個節。恁的子孫也着應該守這個節，立做永遠的規例。佇以色列人面對胎大囝的災難苦難的時陣，上帝透過安尼的方式，顯示伊命令甲救恩。當因佇逐個人的厝裡做伙咧食暗頓的時陣，因為因領受着上帝的命令，就佇迄個門楣頂懸抹迄個羊仔火，就安尼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穌基督設立最後晚餐，甲門徒做伙來享用，就是代表上帝所享受的救恩甲門徒三甲地帶。佇今仔日，佇教會中間，咱用聖禮典來紀念耶穌家己，成做迄個代罪的羊羔，留伊的寶血來保守咱，搬過咱罪的死亡。伊嘛互所有相信並且接納伊的人，攏會當蒙恩得救。就好像親像保羅佇哥林多前書11章23節到26節的經文所講的：我所傳授予恁的，是我對主所領受的。主耶穌受賣迄暝，摕起餅，感謝上帝，擘開講：這是我的身軀，為恁犧牲的，恁着安尼做來紀念我。食了後，就同款捧杯起來講：這個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設立的新約。恁逐擺啉的時，就應該安尼做來紀念我。
安尼，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阵，恁就是咧宣告主的死，直到主过来。第二个角度，咱要看到仆人的角色。伫耶稣基督福音书的时代，依然有主人奴仆的阶级的制度。通常主人或者是宾客、贵宾啦才会有互人服务洗脚的即种的代志。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为着门徒来洗脚。伊甲门徒讲：“我是恁的主，恁的老师。我上请为着恁来洗脚，恁也应该着安尼来彼此洗脚。”耶稣为着门徒所设立这个仆人的模样，伊要求门徒诚做仆人来彼此服侍。第三个角度是弯腰啦帮人洗脚必须爱弯腰落去，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意思。耶稣虽然是老师，却谦卑诚做仆人，就亲像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伊谦卑顺服，诚做了迄个仆人的形象。过来要来互咱思考的是迄个束腰啦绑腰带咱知影伫出埃及搬过这个暗顿的时阵，所有的人拢爱来束腰。伫过去即种敢若穿袍的即个风俗的下面，束腰就代表随时准备要工作啊。虽然伫搬过这个时阵，所代表是随时要起身来离开埃及，但是这也代表相反来代表人随时拢准备好这个态度服侍。洗脚基本上就是一个服侍。耶稣基督为着门徒设立一个仆人的模样。圣经讲，伊对位坐位起来，脱外衫，摕一条毛巾束伫腰，然后倒水伫这个盆面盆，开始替门徒洗脚。伊又搁用毛巾来拭落干，因为安尼伊就交代门徒必须要学习伊的典范。所以耶稣讲，伫耶稣洗了因的骹，就穿伊的外衫了后，就倒转去到伊的座位，伊来问门徒讲：“我拄则替恁做的事，恁有明白吗？恁尊称我做老师、做主，这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是恁的主，恁的老师。我要求替恁洗脚，恁也应当着安尼彼此洗脚。我为着恁设立模样，就是恁着爱照我替恁做会去做。我心中甲恁讲，奴仆无比主人较大，风车牵的也无比车牵伊的人较重要。第6点，洁净。耶稣基督讲，洗过身躯的人，全身躯都拢清气啊！只要洗脚，恁就是清气的。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清气。爱领受着洗礼、领受着救恩的人，就爱亲像耶稣的宝血来赏赐互咱，来得到洁净。第7项，爱彼此服侍，彼此洗脚，是耶稣基督
互咱的命令。伊讲囡仔，我甲恁做伙的时间无济啊，恁要找求我，但是我现在要甲恁讲，亲像我甲犹太人的领袖讲过，我去的所在恁袂会去。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就是爱彼此相疼。我怎样疼恁，恁也着怎样来彼此相疼。如果恁彼此相疼，世间人就知恁是我的门徒。基督徒着爱领受安尼的呼召甲使命，成做一位洗脚的仆人。谦卑顺服上帝的呼召甲旨意，成做上帝疼人的工具，会通用神益人。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二节到第19节。我听上帝，因为伊听我的声，听我的恳求，伊暗耳孔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12节，上帝赏赐我一切的恩惠，我着怎样来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生的子民的面头前，对上帝写我的愿。上帝看伊生的百姓极其毋甘。上帝啊，我实在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仆人，是你女婢的囝。你已经透开束缚我的手，我要对你来献感谢的祭，要求叫上帝的名，伫伊的百姓的面前，伫上主的殿庭内底，伫耶路撒冷，我要对上帝写我的愿。哈利路亚！称赞上帝，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牺牲伊家己的性命，互阮会通来得到救赎。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彼此洗脚的精神，甘心乐意来奉献，来服侍人。来荣耀上帝的圣名，恳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